亲爱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保守看顾阮，拢得到平安。当阮哥来到你的圣殿，伫礼拜中间，用阮的敬虔来满足你的心意。恳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阮下面的时间，特别帮助阮安静阮的内心，互阮会当自信。伫你的话语顶面，恳求主你赐福看顾，保守看顾阮整个礼拜的过程，互阮用诚实甲敬虔的心得到你的欢喜。我也将今早起要服侍正当工，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你亲自赐福看顾，互阮无论司琴、献诗、诗会。在传讲信息，拢会通照你的心意去做，来完成你的计划。带领众兄弟姊妹来敬拜你。亲爱的主，阮伫即个疫情也未完全平息的非常时期，阮特别向你恳求，恳求你教阮三甲地地，守使阮有平安的心，也保守看顾伫第一线的防疫人员，互因所推动的计划甲政策会当得到落实，也互阮得到保护。求主亲自赐福，特别伫即个非常的时期，阮恳求主，你兴起台湾所有的教会，伫人的心惊吓的时刻。这个时阵就是阮做好的见证的时刻，恳求主你亲自施恩赐福，带领台湾的正教会，会当真正分享对你遐来平安的信息。阮伫今仔日开始，伫新庄也设立分堂，要开始聚会，恳求主你亲自赐福看顾。互阮所推动的这个事工，真真正正会当利益众人，也互你的名得到荣耀。亲爱的主，阮特别将阮的国家台湾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你亲自赐福看顾，保守带领。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
就用感谢进入伊的门，就用上赞入去伊的院，就感谢伊，称赞伊的名，上主至善，伊的慈爱线到永远，伊的信实透到万代。请咱做伙来用诗歌敬拜咱的上主。就是圣诗278首，上帝原本是我牧者，请咱起立来吟全首。我
请坐。咱做伙额头来祈祷。亲爱的上帝，感谢你，互阮有一个平安过年的放假时间，互阮有好的休息，也互阮有时间甲厝边的人、甲亲人、好朋友做伙聚集，享受听甲分享的关系。阮为安尼献上感谢。阮也恳求你保守过来疫情变化，帮助所有台湾的国民，毋通放松防疫，保守所有医疗甲防疫的人员，加添因开力甲智慧，互阮还佫伫你的保守内面，有相对平稳温和的疫情状况。特别明仔大家要开始工作，佮后礼拜囡仔要开学，求你继续保守阮的青壮年甲囡仔，会当有平安的工作甲上课的日子，无受疫情的影响。伫新的一年，阮有新的种植甲动工的团队，求主保守阮，通成做一个彼此帮衬、互相支援的团队，互阮愿意支持彼此的需要，补足彼此的破口，用祈祷来守望，用鼓励来支持，用阮的合作甲合一。毋单单互事工会当扩展，也因为安尼来荣耀你的圣名。主啊，新的一年，阮有真侪新的事工要进行，其中尤其是特别，阮有新成立的数位发展委员会，希望会当协助教会更较有效率来服侍你，也服侍众人。恳求你使用这个新的团队，会当有真侪创意，也有细致体贴教会需要的心，互阮透过数位化的改变，更较深，更较看彼此连结，无停止聚会，无停止装备，也无停止服侍。上主啊，阮伫新庄的分堂就要开始福音的扩展。恳求你帮助阮，通体贴这个地区的需要，无论是长辈、是青壮年，也是儿童，拢会因为这个分堂的开始，当得福音的好处。主啊，阮知，阮会当考虑的，会当付出的，拢真正有限，所以阮恳求你的帮助甲引带，互阮会当行伫你欢喜的道路中间。伫祈祷的煞尾，阮也要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安尼祈求讲：我的天父，我的发现，你的福音道，你的旨家，你的领袖的天命，我的是的来个万万，下面万福，记住万下面的福来拿，我一所万的是，有另外的一个爱，一个爱人。做伙来交读启应文，伫启应文15篇，也就是圣诗后面第23页。启应文第15篇诗篇第65篇，我来替大家做伙来念。上帝啊，伫锡安有人俄罗得听候你，听人祈祷的主啊。罪恶抗赢我，你所竞选，互伊亲近你，踮伫你的院内的。
我要因为你的厝、你的圣殿的福气，日出日落的所在，你互因拢欢喜。上帝河伊的水满满。你灌压长恒，满伊的沟，收平伊的灵。你用你的恩典做年冬的冕流，直伫旷野的草坡，草坡用羊群做衫来穿，山谷用五角做满来看。直接圣歌队要带咱做伙来学乐，因所吟的诗是你的慈爱，使我清气。愿主的慈爱使我清气，互我伫伊宝血的灌压内底，成做新创造的人。即条咱要做伙来读圣经，就是上帝话语记载伫路加福音第9章51到56节。路加福音第9章51到56节，
就是现代中文译本112页，台语汉语本79页。请容阮我用台语来读现代中文译本。耶稣受接上天的日子得要到，伊决心往耶路撒冷去，所以派人先去。因来到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要替耶稣准备一切。总是迄地方的人无欢迎伊，因为伊显然是要往耶路撒冷去的。伊的门徒雅各甲约翰看见这个情形，就讲：主啊，你要爱阮化天顶的火来烧灭因嘛？耶稣活过身来，就责备因，因就到别个村庄去啦。今仔日要伫咱中间分享上帝信息的是本堂蔡主任牧师，伊所要讲的主题是圣经人物系列。雅各甲约翰第3讲，收分报复也是听甲饶赦，请咱恭敬来领受。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咱新年了第一个礼拜。咱知新年也有新的愿望，期待大家伫新的一档中间，伫灵性顶面拢大大有长进，伫信心甲疼心顶面拢会当更加丰盛。今仔是第一个礼拜，牧师也是要透过雅各甲约翰这对兄弟因生命中间的软弱，甲大家做伙来学习一个介要紧的功课。伫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搁一遍呼召阮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就是要透过你的话搁一遍清起阮的心。恳求主，你帮助阮，会当透过你的话来克服阮人生中间的软弱，互阮会当因为你的话语所充满的快乐，来改变阮的心智，也透过阮实践你的话，来得到祝福，来领受你极大的恩惠。恳求主，你教阮三甲之地，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日咱要继续来看雅各甲约翰这对兄弟，因生命中间的一项错误，一个软弱，耶稣安怎纠正因？今日是要甲大家分享一个听的功课。咱知听是这世间人上界重要，但是却是上界欠缺，而且是上界容易被误解的一件代志。咱今日对听依然有真侪这错误的观念，这观念阻止咱真正去认捌听、实践听。而且也造成真侪个人的伤害，甚至致到社会问题。其实咱若拍开咱报纸还是讲新闻来看，咱常常会看见到真侪社会中间的悲剧。这悲剧其实拢是因为对你听有错误的认捌所造成的。有一寡人认为听是占有，如果有这款的观念的人，伊会想要保护伊的听，但是这款的听真容易产生怨妒甲纷争，造成个人的伤害。有一寡人认为听是感性，必须要甲理性完全切开，认为听就是完全投入。但是这款听无智慧，真容易陷入听性也是错爱。特别有一寡人认为听是一种感觉。譬如讲，陷入迄个恋爱中间的男女，认为听是一种向颠倒的感觉，是一种无法度掌握的情感。所以当伊来的时阵，改成无法度控制家己，讲我对了爱好，我无法度控制。咱通常一定常常听到这句话讲，爱着较惨死。我无办法，我就是爱伊，我无法度控制家己。讲起来，好亲像听是一种特别的感觉，是无法度控制。这种观念听起来非常对，但是其实有一寡问题。无毋对，
疼会引起感觉，但是疼毋是一种感觉，疼会产生大量的感觉。比如讲，咱若去疼，咱会感觉到温暖，咱会感觉到快乐，咱会感觉到欢喜，甚至咱会感觉感动。但是咱来理解，疼毋是一种感觉，因为咱若用感觉去疼，袂当成全上帝的心意。因为一个软弱的人，若用感觉去疼，会造成真可怕的后果。今仔日我可能真有感觉，我感觉这个人真水，我真爱的，所以两个人爱甲甜甜蜜蜜，甚至行入婚姻中间。过几冬了，感觉讲我对伊已经无感觉啊。过去是遐尼水，即马有时半暝困起来，讲隔壁还困一个乌巴桑。其实毋知影家己有哪变做乌里桑啊。对伊无感觉啊，无法度搁再听落去啊。所以即种照感觉来的听，毋是真的听。那安尼听是啥物货？对咱信仰来看，听是一种命令啊。耶稣安尼讲：我互恁一条新的命令，爱彼此相听。我怎样听恁，恁也着怎样彼此相听。耶稣讲这句话，其实咱提醒两项真重要的代志。第一，听是一个命令，上帝耶稣要求咱去听。第二项，听需要学习，但是咱有一个典范。耶稣讲：恁若毋知安怎听，你着看我，我是怎样听恁，恁也爱彼此怎样相听。所以咱来理解，听毋是一种感觉，那听是一种感觉，伊就毋是命令。牧师咱请教，恁敢会当命令恁的感觉？我今日感觉真寒，所以我命令我的身躯袂当寒，无可能嘛。譬如讲，我即摆头壳咧疼，我命令我的头壳袂当疼，袂当安尼嘛。所以听若是感觉，伊就袂当叫命令嘛。所以主耶稣基督咱命令讲，咱来相听。伊咱讲听毋是种感觉，咱袂当照咱的感觉去听。咱可能感觉这个人毋是我所喜的类型，但是耶稣要求咱爱去听伊。有人得罪我，有人歹款待我，伊互我感觉真受伤，但是耶稣犹原命令咱爱去听伊。耶稣命令咱去听所有的人，亲像伊听咱同款。所以，既然听是一个咱的命令，咱所接受的命令，所以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拢爱来遵行。检查咱拄到一个甲咱反式冲突、反对咱感觉上无可爱的人，甚至是咱的对敌，耶稣拢鼓励咱爱去听伊，命令咱爱去听伊。这当然是一件真困难的代志。所以，咱来对耶稣基督的教训，对伊的款式中间来学习。因为耶稣为什么要对咱下这个命令？是为着互咱对迄个万分的中间来得到逃亡。因为万分人袂当伤害对方啊，万分人拢是苦毒家己啊。所以耶稣命令咱爱去相听，互咱对这个万分的中间得到逃亡。所以，咱来详细来看今仔日的经文以及耶稣的态度。今仔经文背景是讲耶稣要上天的时间到啊，所以伊就决定对加利利要去到耶路撒冷的所在，伊就特先派人先去。咱来看这张图，这张图是迄个加利利甲这巴勒斯坦的这个地图加利利是伫这个北边的所在。耶路撒冷是伫即个南边的所在。一般咱若普通人想讲，若要对加利利到耶路撒冷，一定行直路上紧嘛，直路就行直直，这差不多行3天就会到。但是伊爱经过一个所在叫做撒玛利亚，因为长期以来，犹太人甲撒玛利亚有充满了真侪即个纷争。
已经有几啊百年的历史。其实若讲历史吼，咱来理解撒玛利亚人甲犹太人原本都是兄弟，是一个民族。伫所罗门了后，以色列分做南北两国嘛，其中北国的首都就伫撒玛利亚。分做两国了吼，咱知影，咱若看圣经的历史，咱就知北国通常比南国较无敬虔。伫主后722年，北国被亚述帝国灭亡。亚述帝国用的方式就是将人口一部分来刷出去，然后将外族刷入来这个所在，互犹太人或者撒玛利亚这个人甲外族通婚。外族通婚了，因就袂记这家己血统顶面就无顺传，袂记家己啥物人就袂反叛，而且伫信仰顶面嘛变做较无纯正。所以敬虔的犹太人认为，撒玛利亚人已经伫血统顶面、伫信仰顶面已经无纯正，所以佮加上历史上一寡事件，互撒玛利亚人甲犹太人原本就是兄弟的，竟然互相无往来。所以犹太人若要对加利利来到撒玛利亚，因拢袂选择这条路，因拢会先越过约旦河，然后行这个约旦河边，然后到南部的时阵，较对过这约旦河，较入来耶路撒冷。但是这个真特别，耶稣选择对撒玛利亚去，然后伊先找遣一寡人去。替伊做准备，叫因来到撒玛利亚一个参庄，要替耶稣做准备的时阵，迄个所在的人无欢迎伊。这是自然而然的，已经结完仇，已经结遐久啊。因一直知影讲这个人是要经过撒玛利亚去耶路撒冷朝圣，所以伊一定用尽办法来阻止因，所以袂互因好看面，对因真无友善。所以这个时阵耶稣的两个门徒雅各甲约翰，咱顶回讲过，因的脾气真歹嘛。这个时阵血气就压起来，讲你竟然安尼对阮遐尼无好伊就问耶稣讲：主啊，你爱阮求天顶的火来消灭因吗？所以气甲上要来对方走灭啊。结果咱看见耶稣的态度无共款，耶稣越过头来责备因。然后因就离开这个所在，去到别个所在。因为耶稣一直以来，伊的教训就是听，唔单单爱听对家己友好的人，也爱用听来对待伊的人。所以咱今日也要透过耶稣基督的教训，来学习一个真重要的功课，就是了解的功课。对反对咱的人，咱爱安怎去面对？亲爱的兄弟姊妹，这伫咱生命的过程中间，这是一门真困难，但是真要紧的功课。咱的人生的过程中间，检测有时阵会互相造成一寡伤害，甚至伤害咱的，拢是上较亲密的人。咱要对这个痛苦中间去得到讨帮，这是咱今日信息的功课。牧师要分做3项来甲大家分享。这3项是一步一步做，你唔通一时要做第3步。你若对第1步开始来做，渐渐你就让完成最后一步。咱知影要去下面来讲了下咱靠家己的血气靠家己的本性是真困难。咱需要有一个听的动力。一般人面对反对也是无友善的态度，往往咱血气就来心中就充满怨恨，亲像咱拄则所读的雅各甲约翰同款。但是有一件代志会当帮助咱，就是当咱去经验着上帝互咱的听，咱会充满迄个听的动力。如果咱若清楚上帝是时时刻刻拢在听咱接受伊的听。互伊来听咱来去感受、体会。主耶稣基督是一个长寡关心的听，了解上帝听咱有偌深。通过安尼，咱就会当去领受听别人的力量，
咱看见着主耶稣基督就是安尼嘛，伊的典范就是安尼。当伊要去定十字架进前，伊要完成这个介要紧的使命进前，伊去到克西马尼园祈祷。伊祈祷的过程中间，伊心内有挣扎，但是伊透过祈祷明白上帝的旨意，而且去经历上帝的疼。知影上帝就是爱伊的牺牲来拯救这罪人，所以伊得到气力去面对伊的使命。这个使命就是为了所有无可爱的罪人来牺牲。所以耶稣家己有经历过这，伊去经历上帝的疼，所以有充满气力去赦免遐所有的罪人。我想约翰，咱在雅各真早就宣告，但是约翰伫耶稣基督受死了，一定深刻去体会。所以如果咱来去看约翰福音书，也是约翰所写的约翰一书，咱会通看见着伊常常提起着耶稣基督疼的教训。咱来看一段吼，这是约翰一书第4章19节写，伊讲咱疼，因为上帝特先疼咱。咱之所以会当疼遐个无可爱、伤害咱的人，是因为咱先体验着上帝迄种不断赦免的疼。当咱去疼别人进前，咱先了解上帝偌尔啊疼咱。伫咱的人生困境中间，检查咱的对人性失望，但是千万唔通放弃去经验上帝的疼。去经验的上帝的疼了，咱会当得到迄个气力去疼别人。那安尼要安怎经验上帝的疼？牧师有2项建议。第一项就是咱要专心注目伫耶稣基督的典范，就是注目伫耶稣基督为咱所做的牺牲。咱常常去思想伊的受难，咱想看觅一个无辜的人，一个无罪的人，竟然为着正人的罪来牺牲。如果咱能让专心注目伫伊所做，咱就当掠耶稣基督的心最深了。咱就一直咧看耶稣基督为咱受难的迄段经历，咱就有办法领受疼。第二项建议就是讲，咱来进入一间疼的学校，就是咱的教会。咱来到教会中间，当然教会牧师讲过，咱每讲拢是无完全的罪人，但是咱这罪人都领受一个命令，就是来彼此相疼。教会是学习彼此相疼的所在，所以互咱伫团契中间，伫小组中间，会当彼此扶持，互相相疼。咱也会当伫教会中间参与代祷的时间。当你为别人的需要献上祈祷的时阵，你就会充满疼。所以教会是互咱伫这过程中间去学习疼的一间学校。咱来加入教会，加入小组，加入团契。这是牧师对大家的建议。好，当咱去体验着上帝的疼，咱家己亲身去体验上帝的疼了。第二项就是，咱要将这款的疼放伫咱的心中，互伊充满咱。咱将上帝的疼放伫咱的心中，互伊充满咱的时阵，咱会发现咱的生命中间会有一寡改变。第一个改变，就是你会开始徛踮伫对方的立场想代志。你可能会想到伊的处境，伊之所以会得罪你，甲你发生冲突，伤害着你，可能伊嘛有伊的立场。伊会安尼款待你，可能是伊惊吓，可能是伊嘛受到伤害。你若徛踮伫迄个情形，可能你嘛安尼做。所以你检查，你会发现讲，你甲对方发生问题的时阵，可能你有哪会负淡薄责任。所以，当你将上帝的疼充满你的心中的时阵，你开始会为着对方来设想，徛踮伫对方的立场想这代志。特别，咱常常会甲上介至亲的人发生冲突，拢是因为咱拢徛踮伫咱家己的立场咧想。但是
你将上帝的疼充满你的心中的时阵，你会渐渐去徛伫对方的立场去想这个代志。接煞，你会发觉讲其实对方嘛有袂歹的所在。你发现这伫生命中间甲你对敌的人，你无法度下面的人，其实嘛有足侪优点。顶回牧师咧，甲大家分享听的系列的时阵，我有分享过，听是无记得人的歹嘛，吼，惊爱是不计算人的恶，就是咱减去注意别人的缺点，加去注意伊的优点。你发觉讲，其实若徛踮伫伊的立场，你可能有人安尼做，这个人其实嘛是一个好人。所以，当上帝一听充满咱的时阵，吼，咱会有一个欲望，就是你会产生一种和解的欲望。你会期待讲，赶紧将伊甲你中间的这代志，赶紧来处理好势，赶紧来恢复关系。你会明白讲，怨恨若佮继续放伫你的心中哪久，你的苦毒会哪深啊？牧师拄则讲过，怨恨无可能袂去伤害对方，伤害拢伤害家己啊。因为伊会苦毒你的心啦，所以当你充满上帝的疼的时候，你会期待讲赶紧来甲人和解。这个时阵，你的心中充满疼，你就是踏出疗愈的第二步。接下咱来继续向前迈进。第三步就是，咱开始爱有一寡疼的行动。接下咱就让展开和解疼的行动。牧师要大家讲，这是一个过程。我今仔讲的可能几分钟来咱讲了啊，但是可能你要有一段时间、一段过程啊。当你充满上帝的疼了，你想要甲别人和解，你就开始要有行动。你袂当讲我拢想讲要甲和解，但是你拢无任何行动啊。行动的第一步是啥物货？就是你要祈祷。你毋是马上去找伊和解，因为你要准备好嘛。所以你要祈祷。求上帝不断掌管，因为和解时阵祷告，咱内心总是会烦恼讲，对方敢会接受咱的和解？这种犹豫会影响咱付出真的疼。咱求上帝伫和解过程中间不断掌管，而且赐了力量来帮助咱。有时阵咱有迄个意愿要去甲别人和解，但是两个人见面了，内心也有准备好，一讲话讲了唔对去，就受到话语是讲环境的刺激，迄气佫压起来，无去甲人和解，甚至去甲人冤家，所以伫决定甲对方和解之前，咱要求上帝伫整个过程中间掌管，唔通互家己的血气赢过圣神的带领。祈祷咱嘛爱祈祷啥？祈祷上帝带来改变。圣经中间，耶稣互咱一个真重要的指示，讲爱为着侮辱恁的人祈祷，为着伤害你的人祈祷，安尼带来一个改变。这个改变不是改变对方是改变恁双方。唔单单是改变对方，上较重要，咱也改变。因为你无法度一方面替一个人祈祷，搁一方面怨恨伊啊！一定因为听伊，所以才会替伊祈祷嘛。当你愿意为着一个人祈祷的时候，你的心就改变了。所以求上帝帮助咱透过祈祷来得到改变。当咱会当祈祷了，咱该学习一个真重要的德行，就是爱忍耐。保罗讲：听是恒久忍耐，忍耐的价值在伫恒久虽然每一人拢会忍耐，只是忍耐时间长短尔。这脾气真无好的人嘛，会忍耐，讲我忍耐3秒嘛，但是真正的忍耐的价值是表现伫爱有够久啦。保罗讲：爱是恒久忍耐，意思是讲，当一个人对别人的忍耐久到一个程度。到很久的时阵，安尼就完成了疼。安尼很久，很久是偌久？很久毋是永远。圣经无人讲答案，无人讲几分钟、几点钟、几工、几冬。但是我需要大家讲，
保罗咧讲，爱是恒久忍耐，这恒久其实是表示一种态度啦，表示一种坚持的态度。所以现代中文有部分来翻译做疼是坚忍，爱是坚忍，这翻译真趣味。伊是咧讲疼是种坚持，坚持啥物？坚持忍耐。就无论到什么款的情形，拢坚持忍耐，用忍耐来面对一切人甲环境所带来的挑战。咱敢会记得有一遍，彼得来找耶稣，伊问耶稣讲：“主啊，我的兄弟得罪我，我会留下伊几遍？”好，彼得讲7遍有够无？好，其实迄阵的老师列比教士来讲咱留下人3遍。7遍已经是比3遍加1倍啊！耶稣来回答啥？不是7遍，是安那70个7遍。你然后什么？70个7遍是几遍？490遍吗？所以那491遍就唔通留下伊其实耶稣咧讲70个7遍意思是讲爱坚持留下。就是爱坚持，疼是伫任何情形下面拢坚持忍耐的态度，这是一种态度啦。当环境咧人挑战，当对方咧人挑战的时阵，咱犹原坚持爱忍耐，因为忍耐亲像一个海绵同款，伊会当吸收迄个歹的物件，然后佫袂去伤害到对方甲家己。然后第2项，这个德行咱有锻炼了。第3项，牧师要咱鼓励，应开始有一寡行动，爱表达善意。耶稣基督安尼讲，爱听恁的对敌，好款待万分恁的，表示讲，咱来主动表达好的意愿，来化解中间的冤仇。咱看去保罗安尼讲，伊讲你的对敌若枵，就互伊食；那喙焦，就互伊啉，因为你安尼行就是将火炭放伫伊头壳顶。咱普通若对敌枵咱就伫边仔来笑，若对敌喙焦，咱根本就无要插伊。但是圣经内面来讲，你的对敌若枵，你爱摕物件互伊食；伊若喙焦，你爱摕水互伊啉，因为你安尼做咱亲像用火炭放伫伊头壳顶，火炭放伫头壳顶会安那？咱会感觉面会烧烧对无？会歹势啦。就讲我安尼遐尼歹款待你，你竟然阁用好来对待我，我是够歹势，我是无应该安尼做。所以当你会当有用这个好的行动去对待对方的时阵，这个时阵就产生一种力量，叫做将对敌变做朋友的力量。所以咱常常讲要消灭一个对敌，不是讲化天顶的火来消灭，是要用疼来将对敌变做咱的朋友，对敌就消无去啊。这是真正让消灭对敌的武器，就是疼。最后一部分就是追求和解。牧师相信，你若一开始有一寡疼行动，上帝在过程中间帮助咱去做疗愈的工作。检查一开始真困难，你要踏出第一步，足困难的。但是如果你若会通开始一步一步安尼做，你先求上帝疼充满咱，将迄个上帝疼充满咱的生命中间。然后咱阁有一个好的疼行动的时阵，我相信一步一步安尼做，一切拢会真顺利。然后你会发觉讲，这种和解的力量，带予你生命真大真大的祝福。牧师伫去年感恩节有领受一个足好的礼物，有一个过去甲我因为一点小小的误会，甚至无讲话无往来的兄弟，亲自来甲我和解。其实这个兄弟是真关心我，真支持我。
但是也因为安尼产生一寡小小的误会，真感谢上帝，互阮有机会将这代志公开，彼此和解。当伊离开了吼，我实在是心中有够感谢上帝，因为我感觉我心中敢有一块大地石头，已经被放落来遐尼轻松。这就是疗愈所带来的力量。亲爱的兄弟姊妹，咱绝对毋通互怨恨捆绑。咱生命中间有甲人有冲突，甚至甲咱上界亲密的人无和解，拢会带互咱生命真大的苦毒。毋通互这个苦毒继续影响你未来的生命。咱爱对主耶稣基督讲，咱对今仔开始，要互这个恶毒的物件无搁再捆绑咱，咱要透过听、了解、和解，互咱行出一条革新、革活、充满稳定的路。愿上帝亲自赐福予咱。这时阵，牧师要替大家来祈祷，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你的话充满了快乐，会当透放阮的生命。主，阮知伫阮人生的过程中间，检测甲人有冲突、有嫌嫌，有一寡阮彼此所带来的伤害。求主会当透过今仔日这个信息帮助阮，会当透过主的听来医治阮，也互阮真真正正会当有和解的机会。恳求主赏赐阮智慧、快乐，互阮会当准备好家己，踏出听的行动。透过安尼，互阮的生命得到完全的透放。求主赐福保守看顾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这条咱要做伙来吟诗回应咱所受教的话语，就是伫圣诗348首，点伫主的听堂，请咱起立来吟全首。
请坐，即碟咱们做伙来奉献。咱做伙来做奉献的祈祷，请起立。特别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创造世界，佮赏赐阮性命、才能、资源，互阮会当有丰盛的生活来享受你的创造。主打阮将你所赏赐的一切，包括阮的性命、才能、时间佮金钱，奉献互你。愿你圣化，成做你圣工的路益。温上加温，力上加力，成做侪人的帮助甲祝福。安尼祈祷，拢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请坐。即条要来报告几项重要教会的事项。首先，咱要来报告和会的消息。小会公告，本会定伫主后2022年2月13号，就是下主日第3场礼拜了后，直接就要伫10楼礼拜堂召开2021年度定期会员好会，请咱大家踊跃来出席，特别是咱的在职会员的兄弟。关乎好会有几项的提醒，第一就是咱若无法度来出席，因为各种的原因，请一定爱来请假，就是伫2月12号拜六进前来请假，你会当亲心来到
办公室来请假，也会当敲电话来请假，也会是扫 QR code 来请假，甚至也伫咱的双联官网嘛有一个请假的专题，请咱来一定爱请假。过来就是2月13号4场的礼拜拢照常来进行，也公告在职会员的名单伫礼拜堂外口的公布栏，请大家若有疑问，就会当来甲社会议长也是书记来甲伊参详。过来就是咱定期合约，即摆就无个另外寄批来通知，会透过大家同工，也是一个小家长来通知，请人一定注意。过来，伫咱即届合会内底，咱要选出2022年教会经商会的检校委员，也要接纳财团法人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双联教会第16届董事会名单，请大家来注意。第2大点的报告是总务委员会有一个消息，因为咱的新年放假原因，顶主日就是1月30号，新春礼拜就是2月1号，甲今仔日2月6号就是礼拜的奉献的总信，要伫下礼拜2月13号周报内底做伙来看。第3点是伫周报的第6页。第6页、第7页，迄个总备委员会报告，就是台语罗马字班要伫3月5号来开始课程14个课程吼，是陈金川长老甲真侪真坚强的讲师群，请咱做伙来踊跃参加。另外有2项的集体关怀报告。第一就是本会会友潘庆洲兄弟2月5号就是昨已经安歇主怀，请兄弟关心代祷，也愿上帝安慰遗族。第二就是颜主任长老的母亲颜丹基美长老妈，嘛是伫昨2月5号安歇主怀，请兄弟关心代祷，也愿上帝安慰遗族。即条咱要请蔡牧师来欢迎来宾甲牧养代祷。兄姊妹大家平安。我来介绍第一遍来甲咱做伙敬拜的兄弟。第一位是即个尤德全先生，尤德全先生伫遮吼，咱大伙欢迎伊，欢迎。阁有2位是陈耀南甲黄佩玉，遮吼，欢迎欢迎。其他到第一遍来甲咱做伙礼拜无介绍着。咱等下请这贵宾，咱去甲贵宾席的所在，互阮做进一步的交代甲介绍。牧师特别来补充报告，有几点。第一点是咱原本底咱第一礼拜的即场拢有举行圣餐因为疫情的缘故，还未完全稳定所以咱2月份的圣餐就暂停搁另外就是咱后礼拜要召开会员合会若指挥中心无任何的改变咱会照常来举行且如果大家无方便出席的，一定爱来请假一定爱来请假，这是牧师甲大家提醒这时阵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伫过去到现在对阮的保守甲看顾，互阮无论拄着什么款的挑战，总是会当倚靠主来面对。主阮特别将阮中间有失去亲人的兄弟姊妹，仰望交代伫主的手中，求主亲自安慰保守，特别互阮对这个中间，互阮因为阮的信心来看出你所要带互阮的愿望。阮也恳求主你亲自兴起阮所有兄弟姊妹，会当彼此关心，互相代祷，伫这个时期来互相扶持。来显明主的疼，就伫阮的中间。阮中间如果有身体各样、心神软弱的，求主你也亲自医治、扶持、安慰、保守看顾阮，
互阮靠着主所赏赐阮的气力来超越阮人生的困境。阮也特别将在座所有兄弟姊妹，拢仰望交代伫主的手中，求主赏赐阮有健康的身体，有搁较济气力来服侍人、荣光主。愿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请咱做伙来吟上扬的诗歌512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请咱起立来吟全首，吟诗煞，请蔡牧师来祝祷。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感动、夫妻相通，常常甲恁伫咧，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默祷谢恩，共受差遣。